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共有2段。第一段记载在旧约列王纪上19章19到21节。旧约列王纪上19章19到21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去，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1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第2段记载在创世纪12章2到3节。旧约创世纪12章2到3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以上，请刘富安传道来讲道。刘传道是台南神学院的总务长。讲到的题目是上帝的拣选及祝福。上帝的拣选及祝福。各位兄姐平安。平安。我到这个教会来，我看到许牧师殷勤的教导在圣经的真理上面。我看到我们的敬拜赞美团在带敬拜的时候，蛮有喜乐，蛮有恩膏。我看到我们社区的服事，许牧师以及同工在社区上做了很好的工作，就是跟台南神学院3个系所的目标是相同的。在神学的教育上面，我们有道硕班，有神学系；我们在音乐上有教会音乐系；我们在社会工作上，我们有宗教社工系。在这个福音的事工上，我们实在是愿意成为各教会的后勤，也栽培适当的人进入神的禾场。那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慈爱及怜悯的神，我们感谢你眷顾赐福以你的名所设立的迦南教会。你爱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拣选赐福给我们。恳求你设立今天的敬拜，你的圣灵浇灌我们，使你的启示显明在今天的敬拜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神的带领，让我有机会代表台南神学院，在台南神学院奉献主日今天来到我们的教会来请安报告，跟大家一起敬拜。感谢上帝的差遣。我在差不多2年半前从台南神学院道硕班毕业以后，我到屏东中会的环华教会做了2年开拓的服事事工。那2年后，神再一次找我回到我的母校台南神学院来接任总务长的职务。在学院里面，我们跟同工同学要建立一个属神爱的团契，期待能够完整的装备神的仆人，好使神禾场上有忠心和爱主的工人。我们要做神的工人，我们必须放弃自专的道路，我们要谦卑顺服神，凡事遵行他的旨意，他就有生命的水泉为我们存留。就算我们被放到福音荒芜的南地，也必定他会赏赐给我们的有活水的泉源。在约书亚记15章19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
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我到繁华的时候啊，那个教会真的是非常的小，我们的会员数不到10个人，连我们家还不到10个人。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在那里完全是仰赖神，在那里2年的服事，才知道什么叫做仰赖神。不然在那2年，连谢礼都有问题，不要做事工。那以前的牧师很忙着在募款，那我跟上帝说，募款给你，募会给我，所以我在那2年里面我没有出去募过款，可是在2年以内我都没有缺乏。上帝真的给我们充分的水源，在一个福音荒芜之地，但是神用不同的方式来拣选我们，拣选他的学生，拣选他的仆人，他也要将他的福气赐给我们。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有智慧和热情的人，他有2个特色，我始终学不来，但是我也期待神赐给我。第一个就是他对陌生人有传福音的热情。以前我常常有机会跟他一起搭长程的飞机，一坐大概4个小时、5个小时。那我们旁边常有陌生的人，那他总有办法在那个4个小时、5个小时之后，跟隔壁的人建立非常好的关系，跟他传福音。那他也非常的热情，他以前在公司的工作非常忙，常常下班的时候都已经接近8点。可是他下班以后不是先吃饭，他是穿着制服开始探访会友。那我今天穿这一件西装是他留下来给我的。我也希望就像以利沙向以利亚求说，神将双倍的灵给他一样，以利亚也将他的外衣披在以利沙的身上，让他得到这样的祝福。我也希望神将我父亲他的智慧和他的热情这种恩赐加倍的给我。列王记下2章9节这里这样记载：过去以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愿神把感动我父亲的灵加倍感动我，也把感动郑牧师的灵加倍感动我们在座每一位人。”今天我要用上帝的拣选跟赐福来跟大家互相勉励，也要跟大家分享我个人受呼召成为神仆人的过程。其实我也不是那么爱做神学生，也不是那么爱来当传道，但是神要用的人，他总有办法。我等一下会稍微介绍，神实在有拣选的主权，我们要欢喜来领受，他要赐福给我们。从我们刚才读的第1段的圣经，以利亚将他的外衣披在以利沙的身上，神用这个来拣选他。以利亚没有照神的吩咐用油来膏以利沙，因为列王记上19章16节这样记载：又膏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又膏亚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他却用他的先知袍，他的外袍就披在以利沙的身上，这样来任命他做继任者。纵使所使用的仪式不同，并不会妨碍神对以利沙的拣选。同样的，今天神也要拣选你，纵使用不同的方式，不一定就是有五雷贯顶那一种的感动，但是一个微小的声音在你的里面对你呼召的时候，千万不要疏忽，因为那是神的声音。以利沙是神早就选定的先知继承人，虽然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以利亚去征召以利沙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以利亚用他自己的方法去呼召他，去任命他，可是神不会受这样的影响，也不会改变。就像如此，我个人也是一样。第一次上帝呼召我的时候是在我大学4年级，那时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大概在圣诞节前后。有一次我父亲出差去台北回来，
平常我父亲有司机，不过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叫我去接他。那很冷，他就坐我的摩托车，然后把我抱很紧，然后他就问我2个问题。他说，第一个，他说，你什么时候毕业？那时候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有点心酸。我的父亲居然不知道我明年就可以毕业了，我就跟他讲明年。但是第2个问题就让我很诧异，他问说，你为什么不去读神学院，将来做牧师？我心里觉得很诧异的原因是我家有4个兄弟，我是排行老4，我是最小的儿子。但是我在这4个儿子里面，我的个性、我的能力跟我的父亲最接近。那我就想，你自己都不去当牧师，为什么叫我当？可能是他觉得我比较喜欢讲话，就觉得我适合当牧师。当下我也回应得很快，我说上帝又没呼召我，我不能去。讲的是事实，但是我也没有问上帝要不要呼召我，我怕他说要，所以我根本就不问。那这个事情就一直放到他60岁，60岁那一年他就许了一个愿，他说70岁以后，然后他就要退休，然后全职做神的工。那我想那也没有关系，反正不关我的事。结果在70岁那一年，他跟我到马来西亚去设厂，那时候台湾正好股市狂飙的时代，那时候台湾有订单找不到工人，所以他就带我去马来西亚，然后在那边设厂，所以根本就他已经压根忘了这回事。那我也不太在意，我就回来，然后我离开公司以后去教了6年书。那在那一段时间我父亲75岁才正式退休。那退休的时候，他已经得到阿兹海默症，就是我们讲的老年痴呆症。那一直到他过世85岁，那就欠了上帝15年的功。那时候我心里开始有一点点负担，我想说，总该有人还吧，许愿总要还。但是我又想，我是老4呢，前面还有3个哥哥，要还总该从老大、老2、老3开始排，怎么排也排不到我，所以我也没有很在意。在那几年当中因为他的精神状态有一些问题，所以他一生的积蓄一下子就化为乌有。但是那一阵子对我们家庭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几年，因为以前我们家庭大家都过得还不错，有父亲的遮荫，大家的经济上都过得还好，所以彼此的往来很少。但是一下子父亲病倒了，然后家庭经济又中错了，那时候才真的知道约伯记1章21节，那里约伯说，我赤身出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当约伯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是何等的恳切，也让我们兄弟姐妹之间重新再建立起在主内的团契。但是神他要的人，他总是会要。所以9年前的11月10号那时候我的母亲就是每天都会去看我爸爸，然后回来的路上，然后就出了车祸，然后被计程车撞死了。这下子我们家庭里面又失掉另外一个爱的支柱。那今天3月10号正好是我母亲的生日，所以我在这里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是蛮伤痛的。然后2天前的3月8号我另外一个亲人我的七姑姑也过世了。因为我七姑姑是嫁给我的舅舅，就是我妈妈的弟弟娶了我爸爸的妹妹，那个姑姑是非常亲的所以我妈妈过车祸那一天，我记得我们在她家治丧，然后她就说，好，你们没有妈妈，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妈妈。那时候是11月10号，结果隔一年的1月9号她自己也出车祸，但是她没像我妈妈那么幸运，她没有马上走，他拖了8年半，到2天前才离开，非常的辛苦。但是神的爱绝对超过这个。就算是这样，神说他要的人，他一定要。7年前我爸爸差不多已经开始有一点身体有一点麻烦，在6月23号就住进成大医院，一开始进去就住在那个非常危急的区域。
然后到7月9号，因为我最主要是我在看我爸爸。那到7月9号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很舒服。那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整个人往右边偏，我要贴着墙壁走，然后我发现我完全没有声音，然后我太太就赶快把我送去医院，一检查，脑干中风，然后当时的症状是左边的身体完全没有痛觉，没有冷热的感觉，然后喉咙没有吞咽的能力，然后没有声音。那当时其实我没有想很多，我只想说我爸爸还在医院里，我必须赶快好起来，出来看他。后来我嫂嫂来看我，她说脑干中风的死亡率是95%，那剩下的5%里面有4%会变植物人，有1% 的人可以部分的恢复。那各位看看，如果像恢复到我这样子，我不讲，没有人知道我中风过，绝对看不出来。所以有人说，听说你们基督教的神是蛮有能力和恩典的，那有没有神迹让我看？我就跟他讲，看我，我就是，因为神保留我的生命，恢复我。那过了1个月，我的堂哥就是正道神学院的刘副理院长来看我。一般牧长去探病人都是先会关心病人的身体状况，可是我这个堂哥很不一样，一来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为什么不去做上帝的工，来全职服侍上帝？那时候我知道神的旨意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我还在顽抗，我就跟神说，我现在怎么去？就算我想去也没有办法，没有声音，没有体力。那我的堂哥就说，你可以学机电哈，机电做了测试神的动作，神容许他要求说，把一撮羊毛放在庭院，然后第2天起来，羊毛要湿的，地要干的，然后第2次反过来，羊毛要干的，地要湿的，神都让他做到了。所以他跟我讲说，你去照顾神的羊，神就眷顾你的事。那我就说好，我有2件事情，如果他做得到，我就去做。第一件事就是要我的健康可以去承受神学院的课业，还有将来的服事。那第2个是我女儿的嘴巴就从小一直破，不明原因一直破都没有好。我说把这2个放在神的面前，请他医治。结果隔一年，我发现我的声音逐渐有了，体力也逐渐出来。那我的女儿她考上了她最喜欢的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美术系，身体跟精神的状况也都恢复得很好。所以我知道这个呼召已经够清楚了，我就辞去教会的职务，就回到神学院来读书。在那里，神操练我4项重要的功课。前面2项我觉得还好，比较容易。前面2项就是地位跟钱财。我还没在神学院以前我是教会的长老，是公司的经理，所以有时候我很不习惯人家叫我传道，因为叫传道反而比长老矮一截。但是这个为了神的缘故可以放下。那我刚去环华的时候，他们就讲你来这里应该就喝康应该有很多好处那我心里在想，我在这里拿的谢礼恐怕是我在外面的1/3。那但是神让我很愿意去摆上，这一部分比较简单，比较困难的是后面2项，就想说没有地位，没有钱，至少保留个好名声嘛。结果到研究所2年级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神就告诉我说，如果为了我，你名声也要放下。好不容易解决了第3件事，结果最困难的一件就是，我一向很好强我一向觉得说我要做，我就是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我相当的好强。我想要去实现我自己，然后神在研究所3年级的时候告诉我说，为了我的缘故，你的成就也不重要，可以放下来。但是很奇妙的，我在研究所3年里面成绩最好的，我的灵修时间最长的，就是在研究所3年级。我那时候每天用4个小时来做灵修，结果我的成绩总平均可以超过91分，那是想象不到的。神告诉我说，
你不要去追求你的成就，我一定会安排你。也感谢神这样的安排，不然我到繁华教会去服侍的时候，我们会友本来就很少。我记得最少的一次礼拜，连我们家里的人，我们家有我太太跟我女儿，我儿子在台北读书，那加上会友总共8个人，在8个人举行礼拜。但是神让我已经经过这个操练，我知道我就算有很多人来做礼拜，也不是因为我的能力；我就算很少人来做礼拜，也不是因为我不对，因为凡事在神的手里，他已经让我学会了如何再谦卑在他的手里。但是我们要做神的仆人，我们必须断绝过去生活，全心追求主，才能得到完全的福分。在列王纪上19章21节那里，我再用新译本读一次。以利沙把他的一对牛宰了，把2当柴烧，煮了肉，他把肉分给大家，他们都吃了。然后以利沙去跟随以利亚做他的助手。这个是现代中文译本。在原文那个助手的意思是奴隶的意思，是奴仆的意思。一个自由人，一个有自己的事业的人，怎么肯放弃自己的事业去当另外一个人的奴仆，是当一个人的奴隶？我有下面3点跟大家勉励。第一个，要断绝过去的生活的关系，表明绝不回头。因为以利沙把他以前拿来犁田的牛杀了，把它用来犁田的工具那些把它当成柴烧了，表示我绝不回头，我没有再回去做农夫的机会了，表明这条路就是我要走到底的路。第二个，他做了这个动作的时候，不像一般被呼召的人，那是很可怜的，说你为什么不选别人，为什么选到我？可是以利沙不是，他把他献祭的肉跟他的乡亲一起分享，来大家一起高兴。他离开这个乡亲，但是他坚定的跟这些乡亲在一起。他离开旧的生活，但是他没有离开他的社会。最困难的一点就是他要全心去跟随以利亚。以利亚当时并没有给他任何的保证，并没有给他说你来跟从我1年，你可以放1个月的假，然后1个月的谢礼我会给你多少，没有。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一开始的地方讲，以利沙在犁田，那种犁田现在看起来真的夸张，12对牛在他前面，我去查过，当地真的有这种非常夸张的犁田的方式。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12对牛在你前面，你要去犁一个田，有2个条件一定有。第一个，你的驾驶牛的技术要非常好，不然你连1头牛都驾驶不了，不要说12对牛。然后第二个，你的田地够大，不然那12对牛摆上去走不了2步就已经碰到田埂了，连转弯都很困难。田要够大，所以可见以利沙他家里一定非常富有，而且他算是专业人才，他有能力。但是一个这样的人，当他明白神的呼召的时候，他就不会考虑什么，他就放下一切去当以利亚他的仆人，跟着他学。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决心？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意志来跟随神？但是神也不会让我们白白牺牲，因为我们是神所受拣选的圣徒，他也会因为我们的教会来赐福我们的邻舍。第2段的圣经，亚伯拉罕凭着耶和华的命令要离开他的本乡本土，耶和华这样的应许他：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人得福。为你赐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是不是也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赐福我们的教会，也让我们的社区得福？我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也让大家一起来思考。有一个园主，他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花园里面很多奇珍异卉，但是其中他最喜欢的就是一棵竹子。那棵竹子长得非常高，非常翠绿，非常美。那个竹子也知道主人很爱它，
所以他一直想说，有机会我要报答我的主人。有一天，主人到竹子那边跟竹子说：“竹子，我要用你，你愿不愿意？”竹子当然说：“我愿意啊！你要叫我做什么，我都肯。”主人就说：“那我如果要用你，首先我就要拿斧头把你砍下来。”竹子一听，脸色都变了，就跟主人说：“主人啊，别的要求可以接受，这个万万不行。我是整个园里面最高的植物，如果你把我砍下来，我躺在地上就变成园里面最低的。”主人就跟他讲：“如果我不把你砍下来，我就不能用你。”竹子想了一想，为了要报答主人的恩情，只好忍痛答应。主人就拿一把很利的斧头把它砍下来，放在地上。第二天，主人又来到他的面前说：“竹子，我要用你，你肯不肯？”这下子竹子就没有那么大声了。竹子就说：“主人，我肯，但是不要像昨天那样子很痛能不能够不要那么痛？”他说：“这一次不会痛。”那说：“那要做什么？”他说：“我要把你的枝子跟叶子都剪掉。”这下子竹子马上求饶说：“主人啊，拜托，我本来是一棵很漂亮的竹子，长得又高大又美丽，现在被砍在地上，现在唯一的美丽就是那些枝子跟叶子。如果枝子叶子砍掉了，我的美丽就不见了，我就剩下一根长长的叫做竹竿，求你不要剪掉我的枝子跟叶子。”可是主人说：“如果不剪掉你的枝子跟叶子，我就不能用你。”然后竹子再三拜托都没有办法，后来只好答应主人把它剪掉。第三天，主人又来了，说：“竹子，还有一件事情，如果你让我做，我就可以用你。”竹子这下子就知道说很麻烦了，就跟主人说：“只要不痛，不会难看，都可以考虑。”主人说：“不会痛，也不会难看。”他说：“那你要做什么？”他说：“我把你的竹子里面的一节一节通通打通。”那竹子听了就哭出来了，说：“我本来在上面是一棵高高大大的竹子，被砍在地下，很可怜了。枝子跟叶子剪掉，美丽也不见了。现在唯一人家认得我是一只竹子的，就是我还有一节一节，连那个一节一节都打通了，我连竹子都不是了。但是主人说，如果你不让我打通它，那我就不能用你，你前面所受的苦就白白受了。”竹子拜托再三，无法改变主人的想法，最后只好含着眼泪让主人把它一节一节都打通。主人把它打通之后，就把这一根原来的竹子一头接在活水的泉眼，一头追在园里，让园里得到滋润。我们的教会有时候也是一样，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一样。主人，我们的主，让我们从一个高高的位置把我们砍倒，让我们躺在地上。我们的主把我们觉得荣华的部分帮我们修剪掉，让我们一无所有。然后主人把我们的心打通，好把他的福分通过我们来浇灌在他要我们浇灌的土地上。是的，神他真的有拣选的主权，我们都欢喜领受。他要赐福给我们，我们要断绝过去的生活，全心去追随主，这样就可以得到完全的福分。因为我们受到神的拣选，神就会通过我们来赐福我们这个地区。那最后我想有7分钟的时间有一段学院的简介我想请大家一起欣赏，欣赏完以后我们再来做结束。你愿意做台南新人院的院长，你有确实这是上帝的旨意，要忠诚尽职，一世人归荣光上帝，利益上帝国的建立。你有诚实遵这个意思无？学院的头就是耶稣基督，伊学院中。
我会选择台南新校来读，其实毋是为着要摕一个政府所承认的文凭，应该是讲较重要的是要去以后要去做上帝的工。那其实，在南神的生活有很多的团契，比如说像生活小组、大礼拜各样的团契，那就是会让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互动，就有点像在教会的那种感觉，而不是非常制式化上课的那种感觉。大家是做伙住做伙食饭，这种斗阵的感觉，就是像咧甲厝里的人做伙迄种同款的感觉。我想这是我伫台南市校内底所体会到，这是一个有互人有家庭的温暖，还有一个家庭的气氛的学校。目的会，那是对学生总会遮所选举出来，加做一个目的会。主要就是咧帮助讲学生甲学校之间，若有讲有啥物款的问题，要加做一个桥梁，还是讲加做一个沟通的一个管道。目的会内面也在办真侪活动。我相信最近大家拢有看到一寡壹传媒介了台南市铁路东移的代志，伫遮学生拢会透过家己组织，也是透过目的会来发这个消息的时阵，去参与到这个代志，会当更加有团结的心。上早的是巴克的牧师引带这个台南神学院，经过全国的通知，甲日本政府的通知，迄阵因对英国来的时吼，伊咧想讲是安那上帝派伊来汉人这山的台湾，因为伊对台南府城行去这个高雄遐的目沙主持礼拜，爱行9点钟久，所以伊慢慢会明白讲，原来上帝派伊来。这个汉人这山的台湾是因为伊的脚长前后行路这就是巴克咧奉献的精神。黄宗义牧师开始，伊做院长了后，开始提倡一个叫做本土化的神学教育，就是这个神学教育爱甲台湾的处境会当结合，爱关心台湾的劳工，关心台湾的遮的种田的人，会当甲遮的弱势团体会当关心。做一个真正耶稣的门徒，真正要纪念耶稣，煞都爱甲耶稣行同款的路，做同款的代志，活出同款的生命。要安那伫各种的议题逐所在来见证耶稣的救恩，耶稣的疼，活出甲耶稣同款的生命品质。这是南神人基本的精神啦。我感觉上骄傲的是。台南神学院的一份子，对这个土地，甲这个土地内底徛起的百姓，特别这的弱势，也是讲容易互人忽略这的族群，有迄款应该爱去关心的责任感、甲使命感。南神的文化是较在地性，较伫深根伫这个土地顶面，照顾咱遮民众的心情，徛伫个受害者这边。等等的一寡运动伫咧过去，所以我较会选择伫即间学校来读，因为我嘛想要做一个亲像树仔深根伫即个土地顶面的一个人安尼。我常常甲学生讲，咱叫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是咱有台湾，也有福音，也有基督教的福音。咱所信仰的上帝是关心台湾的前途。关心台湾人的幸福，关心台湾的这个未来，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跟对耶稣的人，咱有责任无论通过咱讲的话，通过教会所做的事工，我也期待有较侪的青年会当家培养，互台湾一个更较好的未来。真来主感谢你。我今仔看到遮尔济优秀的青年人，因来跟对你，来到这个学院学习，互阮看到神学院的愿望，你坚固阮的心智，互阮每一个人会当踮伫台湾这个所在来跟对你，来荣光你的性命。阮虔诚伫你的面前，要照你教示阮
的祈祷文，阮三甲来祈祷。愿你来信，你的光明道，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一生平安的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会赦免过犯的人，袂得传阮之气，叫阮脱离祸害。因为讲权力、权能拢是基督代代无尽。我可要来补充3点吼，大声代表学院甲大家说多谢，大家伫过去的一冬持续来关心学院的事工，也伫学院各种的活动顶面来支持。目前学院的在校的人数是171个，伫今年要入校的方式有2摆，一摆是伫4月的正式入学。期待我们的那个青年同工可以来加入。他的报名截止日期是4月16日。因为南神在去年的9月10号已经正式向教育部提出立案的申请，所以预估在2年最多3年就可以立案完成。那在这个之前，为了避免不同届的同学产生不同的待遇，除了社工系的大学部继续招生以外，神学系跟教会音乐系在这2年都会先停招，只招收研究所的学生。那社工系为什么要继续招生？最主要是社工系他们的社研所的学生常常是非本科系的学生，所以他们需要下修。如果他们没有大学部的话，他们的研究生就没有机会下修。但是以前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在社工系方面，他们毕业以后没有办法去考证照。那现在我们已经取得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协助，愿意给我们一个长荣大学的80学分班。换句话说，如果你进到社工系来读，虽然你的学历是政府没有承认的，但是你仍然有资格可以去考社工师。那这一部分欢迎教会里面有志青年来报考。那招生入学的时间是在7月16到17日，报名截止在7月6日。那这一部分需要透过教会的管道来进行。那希望大家能够帮忙注意。再下来3年，我们台湾神学院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做巴克里文化节。在今年2013年，我们定位为巴克里母语教育，因为今年是甘维林牧师写的《甘字典》100周年的纪念。那明年2014年是巴克里与神学教育，我们要纪念我们的第一位台湾人的院长黄章辉院长100岁的纪念活动。那就是后年2015年是巴克里与宗教教育，我们要纪念台湾教会150周年的纪念，还有巴克里来台湾140周年的纪念。我们知道神学院如果在上帝的手上就没有烦恼，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同工跟同学说，我们是上帝的神学院，上帝会透过各种方式，透过他所属的教会充盈的供应我们。虽然我们今年的预算是5470万元，那我们依照往年的经验，我们在奉献方面所占的比例是高达70%。但是我们相信神会丰富的供应我们，也愿意提出来帮助台南神学院的人，神亲自的报答他。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拣选我们来成为你儿女的神啊，我们恳求受主的拣选的感动，此时临到我们教会每一位圣徒，也祝福我们的教会。你圣灵的保守，使我们与你的爱平安同在，也将这个福气传到我们的邻舍，眷顾他们的生活，也通过我们美好的见证，引导许多人来认识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